多謝多謝 OK。好嗱，跟住我第二 part，咁我哋講呢一個嘅點樣投資咧咁樣嚇。好嗱，咁咧第一件事咧，原來咧我哋咧好多人啦，一定要儲嘅錢就係強積金啦，係咪先？強迫你儲嘅。好啦，咁呢一個咧係點咧？大家知道情況係點啦？咁咧就係我哋供5%，好啦，咁咧就即係貴供5%啦，政府貴僱主又供5%啦咁樣。好啦，咁咧但係如果你月入少過7100蚊咧，就自己唔使供，就係僱主要供啦，因為你都唔夠錢使就係啦，係咪？咁所以就唔使自己供啦。好啦，但係咧巴咗上限就係3萬蚊，你月入5萬蚊都好啦，咁咧就係個僱主只需幫你供1500蚊啫，上限係3萬蚊。咁所以咧我哋儲嘅錢咧諗下頂多都係儲咗10%，係咪啊？甚至巴咗唔夠10%添。咁啊，你5%，僱主聽5%，10% 嘅儲你已經夠你將來用啦，係咪先？咁你諗下，我哋儲40年錢，係嘛？跟住咧就60歲退休，仲有20幾30年使，咁你儲咗10%係咪每月？咁你加埋2年，供一年用嘅都係10%咧係唔夠錢使嘅。好啦，咁所以咧一定係要透過自己投資嘅。好啦，咁但係最單獨呢筆都係你儲咗嘅錢啦。甚至好多月光族就係除咗呢筆儲蓄就冇儲蓄㗎咯喎，就係講咗有成係一半以上嘅人咧係冇儲蓄㗎嘛。好啦，咁所以一定要善用呢筆錢。好啦，咁我嚟投資咩咧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有一個嘅強積金平台啦。強積金平台嗰陣時咧，我哋咧就點咧？咁可以買咩咧？我哋有買股票基金啦，可以買混合，即係股票加債券嘅。保證基金啦、貨幣基金等啦。好啦，你見到咧回報率咧，藍色一個就係5年期。咁咧買股票有機會蝕錢，但係都可以賺得好多錢嘅。咁你咧5年嚟講咧，有人賺5年拉勻啊，每年嘅回報咧負5%，每年負5%喎，可能每年就係16%嘅。好啦，咁但係你見到咧整體都係點啊 ？hold 住10年咧，就冇負㗎啦，係嘛？因為曾經試過5年咧，之前係呢一個嘅 COVID 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咧係都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係長線投資咧，一定係買股票嘅。因為拉勻咧有升有跌咧，咁佢咧就股票整體係向上嘅，咁所以一定買股票。咁買咩股票啊？咩樣？好啦，有唔同嘅咁樣。好啦，咁樣咧就咧，你見到咧 variance 好大嘅喎，係嘛？有賺有蝕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一定要咧係即係識得去妥善去第一件事買股票嘅基金啦，如果長線嚟講。咁另外咧就係去買邊隻咧要分析啦。咁咧我咧就將咧可以揀嘅包括咗環球啦、美國啦、歐洲啦、中國啦，諸如就將現成可以買嘅有唔同嘅基金公司一啲揀咗最好2隻出嚟。咁呢度就俾大家做參考，咁你睇下啲回報率多啲啦。咁咧你見到咧環球咧都唔錯係咪？咁樣咧最好就匯豐啦，兩個都係匯豐。咁咧就即係咁佢咧05年、25年舊年係25%回報咁24年係23%啦。23年係21%啦咁樣，咁22年咧就負27，咁有正有負嘅咁樣記住呢個咧係去到2月28號3月1號咧就美爾就係襲擊伊朗，咁所以股市係冧咗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最好嘅事，即係唔係一個即係未計入打仗嘅影響嘅，打仗真係整體全球股市係冧緊嘅。OK， 咁呢個就俾大家去揀嘅。我哋仲係講要揀嘅好啦，咁樣而家我再講而家要點做。好啦，咁跟住咧，即係話講咗啦，淨係靠嗰筆錢係唔夠嘅。咁如果你想財務自由，想退休找錢，係嘛？咁你一定要慳咗錢之後去投資。咁投資咩咧？我建議大家咧係買呢一個嘅 ETF。點解唔好買個股咧？第一個原因，因為你儲咗嘅錢有限，可能我只係儲1000、2000，可能5000咁上下。咁你每月儲到咁少錢啫喎，咁你買唔到幾多嘢嘅喎，你都買唔到一手騰訊啦，係咪先？好啦，咁所以得咁少錢咧，你只能夠集中買1隻2隻股票，咁變咗咧唔能夠分散投資，風險就好高啦。而家中招咧就好大件事啦。第二，你又冇專業知識，你又冇時間睇市，唔知買乜好，係咪？我唔知買乜好咧咁樣，係嘛？同埋咧，你所有消息來自報紙嘅，係咪？來自財經議員嘅。好啦，咁所以嗰啲嘢係咩嚟㗎？嗰啲係講公司話俾你聽嘅年報或者佢公開嘅消息係話俾你聽嘅嘢嚟喎。咁佢話得俾你聽係我想你有咩 information 喎，係嘛？咁所以你跟消息咧炒市咧可以中報，係因為嗰啲消息係佢話俾你聽嘅，佢專登話俾你聽嘅。好啦，因消息係滯後咗㗎啦，而且係選擇性公佈，專登刻意可能誤導你嘅喎，以成為大戶轉心。點解咧？因為如果一間好嘅公司基金公司咧買咗佢5%或者以上咧，佢就可以坐喺個董事會裏邊，每個月睇到佢個月報。咁所以間公司好定壞，佢一早已知。每年先公佈一個年報俾你聽，係咪啊？
之前佢已經知道間公司好定唔好啦。咁所以咧，佢公佈之前，你知道如果好嘢就買定晒，等喺公佈業績就賣俾你啦，係咪先？係嘛？好啦，炒高出嚟買啦咁樣。咁所以咧係點啊？佢係選擇性引導你去知道消息之後有咩後果就中招嘅。第二，就算我公司係好啊，會唔會已經係超買咗咧？係太貴咧？所以重要嘅地方，呢個係好股票套，幾時買先至係關鍵，係咪啊？好啦，咁而且咧投資個股咧風險好高啦，因為隨時咧個高層會下馬做假數啊，諸如此類啲咁嘅嘢。好啦，好似呢個，知唔知係咩嚟嘅？呢隻 NVIDIA，即係做芯片好勁嗰隻啊，華為嗰隻。好啦，佢業績係好靚啊，但係你見到咧過去咗半年係停滯不前，所以咧好嘅股票可能已經太高啦，所以唔變啦。好似呢隻係咩？小米。係嘛？小米啫嘛佢咧係好好嘅股票嚟啊，但係咪冧咗？知唔知呢一個鋪馬特？哇，好賣得啊！啱啱公佈業績係嗰個咩回報咧係超過3倍啊，即係賺多3倍，但係嗰日炒3%，公佈嗰日炒3%到而家。咁所以你話因為已經高估咗啦，咁所以咧係任佢玩嘅。咁所以咧買個別股嘅咧好容易中招嘅。咁所以咧我就建議買咩個 ETF 咧 ？ETF 係咩意思咧？就係交易所買賣基金。平時買基金咧向間基金公司買嘅，咁你咧咩個基金啊？就係咧唔同向佢買啦，咁即係話你買咗某個基金嘅某個股份、某份額啦，咁佢集中咁多資金咧，嗰個基金經理就幫你去攞去投資，有冇睇啊？好啦，咁佢哋咧每隻 ETF 咧有佢嘅主題嘅，有啲咧投資呢一個嘅係 AI 股嘅，有啲係投資機械人股嘅，有啲係投資呢一個嘅係大市嘅，絕咗啲。咁佢就係咩咧？咁如果你咧平時去基金公司買咧係點啊？咁咧基金公司咧要收你一個嘅即係幾貴嘅嗰個認購費喎。仲有咩咧？就係你買咗之後咧，因為佢要有表現咧，佢 hold 住你筆錢，唔可以即時買賣，唔可以即時買喎。同埋咧要咧隔可能1個禮拜先俾得翻你喎，係嘛？唔係即係你隨時可以買得嘅喎。好啦，咁交易所買咩咧？就為咗吸引多啲人買基金咧，佢就要求我啲基金公司咧，第一係佢股市度掛鈎，隨時可以買可以賣，就唔使話我咧係即係隔一段時間先買得啊，隔一段先買得咁樣，方便好多嘅。好啦，咁相對於投資個股係點啊？第一件事係集咗好多資金，所以一次過買好多嘅股票啦，可以即係分散投資啦，係嘛？好啦，咁你咧就點啊？之後專家去管理，可以分散投資，同埋咧無論你今晚買幾多，都係咧買齊晒嗰個嘅主題嘅整個組合。舉例子，我買盈富基金，我買一股盈富基金。盈富基金咩意思啊？就係根據嗰個嘅恒生指數，恒生指數咧而家係80隻成分股。即係話咧，你買一手盈富就買咗80隻最勁嗰嘅全香港最勁80隻股票，係嘛？咁啊每樣滲咗可能一手一股半股絕對按翻嗰個比例度市值度滲落去啦咁樣。好啦，咁咧，所以咧，就算係呢一個嘅巴菲特都話咧，當股神都係咁講，佢話佢建議股民你哋咧係買美股嘅 ETF， 咩美股 ETF 啊？就係即係講咗呢個基金個主題咩咧？就係美國整個大市。好啦，譬如舉例，佢建議係買 S&P 500嘅 S&P 500就係美國大市裏邊最勁嗰500隻股票。好啦，咁點解咧？佢話咧呢個大市咧係比大部分基金經理做得好嘅。點解啊？因為全球最好公司咧都選擇喺美國上市。你間公司點解想上市啊？我間公司想上市就因為我間公司做得好。我想上市嚟到集資，咁美國係就全球資金啊嘛，係咪先？香港有幾多人買香港股票係咪？但係美國係點啊？全世界都會去揀美國股票喎，咪即係都會投資美國。因為香港好多人信唔過係咪？但係美國係無論係非洲啊、中東啊，係嘛南美啊、印度啊，佢哋個個都即係呢個係個旺嘅股票市場。咁所以咧好多公司上去嗰度上市咧，因為全球資金都集好，咁就點啊？咁多資金炒咪炒高佢咯。咁所以我想我股價升，我想能夠集到資，咁就好嘅公司走晒去美國上市嘅。第一件事。好啦，第二件事咧點咧？即使資本少，可以買到嗰個市場最大、最優秀嘅股票。因為講咗你得我計稅咁多錢，你即係買到某一隻股票，但係你去買 ETF 咧，譬如你買大市，我就一次過買一股，譬如S&P 500，我就可以買到500隻股票。佢雖然咧可能幾蚊買落一隻股票度，但係你買晒500隻最勁股票啊嘛，就算一隻冧咗都唔使驚，而家係最好嘅公司喎，係咪？好啦，咁所以第一件事，好嘅公司去美國上市。第二件事，你一筆錢可以買晒，分散嚟到買晒最好嘅幾間公司。
仲有專業人士管理，定期會換入更加好嘅股票。而家咧某隻呢500隻裏邊某幾隻都唔好啦，佢就會定期換馬，換過一啲近期好嘅股票上咗去。好啦，仲有咩咧？係唔使日日都睇呢隻股票係點喎？哇！我買騰訊，我唔知佢會唔會點啊？俾人突然間咧要罰你喎，唔準啲人上網打機喎，係咪？唔準小朋友上網打機啊，或者抽你稅啊，唔使你掛啲新嘅遊戲啊，諸如此類。咁你咧唔使日日都睇住個股市啦，留意我啲新聞，係睇住大市。另外咧就係點解買美國股票好啊？因為美國咧係唔會容許嗰個嘅股價大跌，因為點解咧？中國人賺到錢去買樓，但係美國人賺到錢咧係會買呢一個嘅股票嘅。咁所以咧，佢係美國嗰啲嘅人退休人士啊，所有成個美國嗰啲人嘅身家性財產，佢哋將佢財富就買咗股票。咁所以股市冧咧，嗰個總統就冇運行㗎啦，佢選唔到㗎啦。咁所以見到咧，特朗普係咩啊 ？tackle 係咩啊？每次佢因為做咗一啲嘢，令到股市大冧咧，佢就會點啊？去改變㗎啦。佢嗰次實施關稅大插20%，佢第二日就話我吞蝕90%。譬如呢一個伊朗話咩啊？係即係話打佢，或者要炸佢，跟住話咩啊？股價大冧，佢之後點啊？就話咧我哋咧傾得好好啊，而家傾緊和談啦，佢仲要嗌我點咁樣。咁所以咧，佢係唔會俾嗰個嘅股市大冧嘅。好似 Covid 係點啊？佢即刻 QE 咯，救市咯。因為正話講咗，佢唔可以俾股市冧，因為股市冧咧就會影響太多美國人，佢哋嘅生死存亡，因為佢哋嗰個身家性財產就係買咗股票。好啦，咁同埋咧，佢手握兩個權力，就係印鈔機。美國啲錢係唔需要賺翻嚟嘅，佢印出嚟得㗎啦，因為全球都想攞美金，佢係專係愛嚟救大企業嘅。另外佢有兩個霸權，你哋見到佢點啊？佢係軍事霸權啦、金融霸權啦，總唔知佢覺得有咩問題，佢就打佢。譬如呢一個嘅委內瑞拉，我想出去石油，係嘛？咁佢就即係捉咗人哋個搭死嘅，掠奪資源咁樣，捉咗華為個女啊咁樣，係咪？咁所以咧，佢哋咧軍事、金融，佢哋都可以打擊對手，掠奪全球資源。可以搶咗咁大嘅最之嘛？而家話要搶呢一個加拿大啦，又要搶呢一個嘅係伊朗啦，又要搶呢個古巴啦，係咪？搶呢一個嘅委內瑞拉啊，住出啲咁樣呢一個咩冰島定咩？搶格陵蘭係咪？好。咁所以咧我哋建議大家就唔好買個別股票，因為你太集中買嗰幾隻，你唔知有咩新聞突然發生咧係中招。咁所以咧，寧願買係一個嘅大市。係嘛？好啦，當然有啲人話咧係炒股不炒市喎，因為點解？因為咧有大市嚟講咧，我有呢一個石油股啊，有呢一個保險股啊，有銀行股啊，有呢一個嘅有呢一個地產股咁樣。咁有啲升有啲跌嘅喎，咪拉勻咗咯咁樣。所以有啲人話炒股不炒市。咁所以咧有啲嘅板塊而家興嘅，我哋都鼓勵大家可以考慮買呢一個當炒嘅 ETF， 係板塊 ETF， 即係唔係整個大市，係某個板塊。譬如我哋AI 股好喎，最近。晶片股好喎，咁我就買，唔係個別一隻晶片股，係整個晶片行業嘅股票，整個行業係復甦嘛。因為呢隻股買得好啦，咁佢哋呢隻太貴，會買其他咯，因為會買其他嘢啦嘛。咁所以我哋咧係鼓勵買呢啲啊。好啦，咁所以咧，但係未來有走勢點啦？正話講咗啦，我哋應該唔係買個股，係買 ETF， 可以買整個大市 ETF， 亦都可以買個別熱炒嘅板塊 ETF。好啦，咁但係未來呢半年有咩發展咧？第一件事咧，美伊戰爭咧其實好大攬炒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係冇得傾啊！點解冇得傾啊？因為原本傾得好地地，星期五都仲話咧，我哋咧係點啊？已經咧，伊朗已經願意放棄完全核計劃啦。而家將啲油咧係俾咗俄羅斯託管，以至咧伊朗咧係要開大會，我哋接唔接受呢個和議？星期五都仲話星期一會開，即係會通知美國接受呢個協議。星期六就炸死晒48個官員，佢哋分開開，佢專登分開開會啦。就因為佢哋要召開大會，佢就趁呢個機會殺你。你諗下，殺咗人哋伊朗全家嗰個嘅即係最高領袖啦，佢嗰個嘅太太啊、個女啊、絕出啲佢個仔冇死到，咁但係都找即係跟住以後重咗傷啦，係咪？咁你諗下，原來同你傾，當我哋要傾協議嘅時候咧，係你就炸死我啦，咁我仲會唔會同你傾咧？係嘛？咁冇多嗰個嘅嘢。如果你話想走就走啦咁樣，即係點啊？你打完我殺咗全家就要走咁樣。咁所以咧攬炒機會好高，即係話伊朗一定打唔贏美國，但係美國如果打唔贏伊朗，伊朗咧好大機會點咧？就係話，就算俾你炸死晒，我都要咧同時炸爛晒整個海灣國家攬炒，我死你要陪我一齊死，因為我仲有其他人一齊死，你先會傷害到你，油價升我先傷害到你。咁所以咧係點啊？攬炒越高，第一件事會唔會地面戰咧？
因為而家騎虎難下啊嘛。嗱，而家咧美國就想走，以色列唔俾佢走，中東國家差唔多唔想俾佢走，因為伊朗而家咧係點啊？後起之秀咧，佢就會而家要點啊？過嗰個貨爾木蘇亞要收錢喎，1蚊1桶石喎，係嘛？咁佢咧每一隻船要千幾萬喎，咁你即係話即係無論條公海嚟咁，因為你近你要炸，咁你就收錢咁樣，咁所以咧而家美國啲基地俾人炸爛晒啦，保護唔到佢啦，咁成個中東國家同伊朗關係麻麻地嘅，咁所以咧點啊？中東國家係唔想俾美國走喎，要佢打贏伊朗先得，咁但係伊朗就要死，好似俄羅斯咁話咩？佢話我死嗰日我就會用核彈炸，你又冇可能，即係我死一定要同你死，咁所以如果你有諗伊朗死會點做咧？炸爛晒整個中東油田，所有嘅核電站，所有嘅海水發電廠，因為中東冇水就死啦，咁所以咧地面戰咧就如果真係而家以色列同埋中東國家唔想美國走，你一定要幫我打死伊朗為止，即係而家打到咁嘅程度，一人用打佢啦，打到而家就要打死佢為止，咁就可能會地面戰喎，死傷慘重啦，持續斬首暗殺啦，2E冇咗，互相炸對方核電供電設施啦、供水設施啦，一齊攬炒死啦，炸毀整個中東所有嘅油田啦、天然氣設施啦，係嘛？使用核武啦，專取啲。好啦，咁咧而家油價咧係會升，但係因為好多國家仲有儲備，2個月之後就真係冇晒儲備啦。嗰陣時咧，所有嘅保障唔單止係油價漲，因為油價漲有咩影響？所有運輸係用石油㗎，咁所以所有運輸成本都漲，跟住所有化肥、農業冇化肥係唔能夠生產嘅，咁所以咧整個農產品都會漲，咁所以咧整個世界係會好鬧交嘅。好啦，咁所以咧係點啊？中東要另外咧就係點咧？就算打完仗啦，中東俾人炸爛晒，所以要重建國家，所以咧中東賺咗油錢咧就去買美國嘅 AI 股啊，買美國國債咁樣，所以當佢要重建國家咧就要買美國股票、買美國債券，所以下半年美股係會冧硬嘅，因為中東就算打完仗都仲要撤資啊，咁所以咧 AI 股直情股啦、重股啦，佢哋投多抌咗咁多億去興建嗰啲數碼中心，但係冇回報喎，係咪賺唔到錢喎？咁所以啲人咧就開始下調佢嘅估值。美國遭受嚴重恐襲啦，而家已經有恐襲㗎啦，不過即係好多未必公佈得咁犀利啊！特朗普會俾人預殺啦、預刺啦，係嘛？另外當美國用地面戰，因為美國已經冇晒導彈、冇晒成日冇晒嗰啲軍備就係啦，當抽埋嗰啲嘅咩愛國者嗰啲雷達去晒中東，仲要打地面戰，騎虎難下嘅時候點啊？北韓會唔會入侵南韓咧？如果有新新聞北韓已經宣布咗南韓係敵對國家咯喎，係嘛？好啦，中國會趁機收去台灣咧，咁所以整個下半年咧種種黑天鵝事都會發生，咁所以咧肯定而家唔係最差。如果而家唔係最差，即係而家股市唔係最差。如果你諗下上嗰任何一件事發生，股市都會大殘。所以點啊？而且咧歷史上每逢中期選舉總統選完之後咧，2年之後就係中期選舉，佢兩會咧都有某程度大比例嘅議員嚟改選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咧係點啊？我總統得唔好，就去改選。咁即係佢改選咗咧，就會左臂腳鴨，即係好似而家咧係呢一個嘅特朗普，佢係兩個議會都係佢大多數票共和黨。咁而家特朗普做得咁差咧，好大機會就係民主黨上台咧，佢就變咗跛腳鴨㗎啦。咁所以咧，通常中期選舉咧一個好重要影響呢個總統能唔能夠繼續有權力，而因為係總統俾人批評㗎啦，所以中期選舉咧大家嘅角力咧係令到呢個總統變咗跛腳鴨。咁所以咧數據顯示咧，美股多數係下跌嘅，5月至10月係高維期。歷年都係呢種情況係冧嘅，因為大家互拖係佢互相搞嘢咁樣。好啦，咁所以今年咧可以係虧大本之年，因為股市正話講咗未係最差，最差情況未出現，即係股市未係最底，咁即係話嚟緊會有最底啦。好啦，咁所以咧今年可能虧大本，亦都係賺大錢喎，就係等佢撈底之後咧大插之後咧撈底。好啦，咁所以建議大家咧考慮盡早就將大部分強積金轉為持有貨幣基金，因為好多人咧。最大嘅儲蓄就係呢筆錢，咁所以咧，由呢估計股價會冧咧，所以需要 hold 貨幣基金。咩叫貨幣基金有兩種嘅？有貨幣基金咧係純粹 hold 現金、hold 定期存款，呢啲我建議係 hold 呢隻。另外一種貨幣基金咧係 hold 好多債券。今年咧債券係會冧檔嘅股市，因為正話講咗，美國咧原本諗住減息嘅，但係因為油價咁高咧，佢只可以加息。
加息咧，佢好多嘅國債咧係還唔到錢，好多公司借咗錢亦都還唔起啊！你諗下 AI 公司借咗幾多億去投資 AI 嗰啲嘅數碼中心，佢哋一加息佢點算咧？係嘛？咁所以咧，而且好多私人信貸咧係銀行以外嘅信貸啊！今年嘅貨貸市場咧係爆煲嘅機會。美國咧今年咧係好多美國嘅債券係到期嗰個嘅佢哋咧嗰個嘅佢哋咧係要續期咧係要點啊？佢哋借唔到錢啊！咁所以咧今年咧係兩隻都高嘅，所以唔好買任何股票債券唔好超過 10% 你唔知佢幾時落，但係咧佢係咁嘅，會升會跌，會升會跌，但係個向下走嘅。即係最高位咧係低過上個高位，咁所以咧係點唔好 hold 低過 10%。好啦，咁你如果 hold 咗貨幣基金，頂多係點賺唔到，由而家去到今年話講咗5月10日高為期，你賺唔到呢半年嘅錢啫，係嘛？但係呢半年你易跌就難升，咁所以就算賺少咗呢半年錢咧，賺少好少，但係佢炒機會高嘛，咁所以咧就鼓勵大家而家就先將你一個嘅嗰個MP 轉咗做貨幣基金先。好啦，咁另外我哋咧點投資咧咁樣咁我哋咧幾時要開始買嘢咧？就係當而家將第一件事將 MPF 啦，另外你手頭上如果有股票、債券或者有基金嘅減持，唔好超過10%啦。轉錢現金，買少量實黃金股災之後咧先至買，咩股災20% 以上。當個股市跌到20%，可能買 10%、20%、將你嘅現金買呢啲另外見到美國開始 QE 啦，中國減息降準係咪全部你嗰個準備金率咧香港政府可能派呢一個嘅係消費券去救市嘅時候，就可以再入第二手。見到李嘉誠郭老太回購自己公司股份，即係話連呢啲咁嘅咁叻嘅對股市嗰個嗅覺咁靈敏嘅人都開始見到股市會升啦，係嘛？咁你就開始入市。好啦，投資前必須留下最少半年家用啦，餘下少投資。好啦，要訣就係要分散，唔好買死一隻嘢。如果你買一隻嘢咧，好容易中招嘅咁就話講咗，你都可以買整個大市嘅 ETF 咧，就可以分散。分住唔好一次過買，你可能咧將你儲多錢分3注，係嘛？先係如果10%落1買1/3注咗啲，跟住你夠蝕再買咁樣。另外咧定止蝕有機會入咗多要止蝕嘅呢啲。好買咩好咧咁樣？即係話講咗咧，我哋有整個大市。另外一個就係叫科技股。大家知道整個經濟發展最勁就係科技帶動因為有新嘅科技係嘛，帶動新嘅投資機會。譬如有 AI 係嘛，有新嘅 AI 出現咗啦，咁突然間就會點令到好多人走去投資 AI 啦，係咪？開好多數碼中心儲存啲咁樣。突然間有呢一個新化或者儲存啲而家SpaceX 上市太空科技咁樣。咁所以咧，通常科技股咧都係會行先個大市嘅。呢個咧就係咧標普500隻咩咧？今日講咗，就係美國大市裏邊500隻最好嘅股票，標普500。咁你見到咧，2021至到25年15年裏邊咧，25年個匯率唔算太高嘅，因為美國係一個成熟市場，所以咧佢哋咧其實咧增長係唔會太高嘅。咁係近年咧科技突然間爆發咗，某啲新嘅科技爆發咗咧，咁所以咧互聯網AI 諸如此類啲呢個 space 太空科技諸如此類咧，咁先突然間爆起咗。同埋跟住咧近呢2年咧，美國咧政府咧已經係點為咗總統選舉到咧，佢哋已經係唔守好多嘅規則咧，係濫 QE 濫發債券濫印鈔票。咁所以咧近呢年升得好勁啦。你見到咧呢個15年啦、5年啦回報咁樣，咁你見到咧佢哋都穩定地咧係有10幾%回報嘅。好啦，咁我哋咧就唔單止買佢，係買3倍槓桿。呢個槓桿咧就係佢哋透過買期權啦、期貨啦，令到個回報倍大咗。明明個大市升10%，佢倍大咗3倍咧，變咗升30%。好啦，咁樣咧，如果個股市咧係持續上升咧，佢的而且確係會做到3倍回報嘅。好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呢度11咧用3倍啦，27%，呢度咧24%，呢度咧唔足3倍啊？點解咧咁樣？呢度解釋下。舉例子，如果一樣嘢升咗10%，再跌翻10%，係咪不變㗎？唔係喎，因為先升10%咧變咗10蚊，變咗11蚊。好啦，跌翻10%係11蚊跌10%喎，係冇咗1.1嘅喎，所以咧10蚊係嘛？升10%變1.1，跌翻10%咧係變咗9.9嘅喎，明唔明啊？因為點你升完之後係高嗰個跌落嚟啊嘛，咁所以係跌多咗喎。同一道理，你先跌咧10蚊。跌10%變咗9毫子，9蚊，
9蚊升10%咧，係9個9啫喎。咁所以咧，原來跌一跌過咧，跟住彈翻上去都好啦，係升唔翻原位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呢個咧3倍咗佢喎，仲有犀利啦，槓桿倍咗，所以跌一跌再升翻咧，佢係點啊？係會冇原本升幅咁大嘅，係升少咗嘅。咁所以咧，佢做唔到，即係嗱，佢呢度已經持續上升㗎啦。但係一定會中途跌一跌㗎嘛。咁所以咧，佢做唔到3倍咁多嘅，但係都係大咗嘅。只要佢持續係正數咧，佢係會大咗嘅。好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咧見到個大市咧呢個穩定喎，我想倍大倍咗咧，仲3倍咗佢，咁就好多啦。呢個去到呢一個2025年啊。好啦，咁呢一個嘅，嗱我淨係睇呢堆先啦。好啦，呢個係美國嘅大市，呢個係3倍咗佢，呢個係美國嘅科技股納斯達克指數100隻最好嘅5隻，咁我回報率高過大市嘅，得唔得？咁3倍咗佢，咁你3倍咯嗱，所以30%啦，連續15年拉勻都38%喎，連續呢一年啦，呢個連續5年都係呢個 percent 喎。好啦，恆指啊梗係死啦，係嘛？你睇下咧，過去5年咧係負數添㗎，即係5年前買恆指係4%嘅，但係舊年好咗啦。因為點解？因為咧係即係東升西降，美國已經升得太勁啦，回轉翻嚟，而且你見到咧，美國而家成日都打仗，俄烏戰爭啊，佢係鼓勵人哋去烏克蘭俾錢佢哋啊打咁樣。咁但係中國咧養精蓄銹，冇打仗喎。中國係呢一個嘅即係打咗好少仗，係越南戰爭啊，諸如此類比較少打仗。咁所以咧，佢養呢一個嘅，所以東西講咧，你見到咧 DeepSeek 啊，中國科技爆發得好犀利，機械人嘅咁樣。咁所以咧，舊年咧。香港同埋呢一個美國股票咧都係升咗嘅，中國股票嗱咁所以呢個係香港大市舊年升咗，呢個係2倍槓桿，香港做2倍嘅啫，美國可以做3倍。好啦，咁呢一個係香港科技股，但係香港科技股咧2倍係唔掂嘅，香港科技都麻麻地做得。好啦，呢個中國嘅大市，中國科技股舊年1年變咗57%，2倍槓桿係100%，舊年1年係100%。好啦，咁所以咁另外咧金咧係需要買因講少少啊。俾特偉欣講呢度，咁咧我建議點咧？就係話今年而家係盡量唔好超過10%，儲多啲現金。好啦，然後咧就將佢買咩咧？當個大市跌咗之後咧，通常反彈咧係會彈升嘅，持續可能半年啊追升嘅。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咧係先買咩咧？就係買呢個3倍，因為咧呢下升咧係我哋想呢個低位帶上去啊嘛。嗱呢個咧正常升咧呢個好事。咁出年如果係低位買咧，仲傾得升呢個。咁所以咧，今年可能賺大錢之年，就係話如果你喺今年低位買啲3倍嘅，咁咧就會賺好多。咁我建議咩咧？我哋唔知買邊隻好咧，就係買美國嘅大市3倍，美國嘅科技股3倍，香港嘅大市3倍，呢個咧係2倍。香港嘅科技股，因為香港科技股倍大咗唔得嘅。好啦，中國嘅大市，中國科技股全部係買2倍3倍嘅。當佢呢一個嘅反彈嗰下，買呢個，咁呢一個嘅熱門板塊，最後講咗啦，係呢一個嘅我哋呢一個嘅炒市好多熱門板塊，譬如呢一個嘅係AI 股啊，譬如呢一個嘅電動車啊，諸如此類啲係嘛，呢一個嘅太空股啊，新嘅醫藥發展啊啲咁咧，就係20%就係熱門炒大。好啦，咁咧黃金黃金實物咧就係個金價。好啦，金礦咧係會比呢一個實物黃金咧升多23%嘅，咁即係5%呢個啦。自由選擇就係因為咧好多人咧係手閒嘅，中意聽到消息買嘢嘅，咁所以10%自己玩好啦。好啦，當個大市升完之後咧開始波動啦，我就買翻大市，買翻大市，即係買翻美國大市啦，美國科技股啦，香港大市香港科技股啦，中國大市中國科技股啦，就唔配晒佢啦，正常一個，每人10%，跟住20%就熱門板塊，出嚟咁嘅樣。好啦，咁咧當你手閒嘅嗰10%咧，就攞嚟買中美港之外嘅，譬如日股啊、韓國啊、台灣啲買呢啲嘅 ETF 咯，或者中意自己聽到個股炒嘅咪炒咯，買少少 ETF。好，呢個咧就係建議大家而家點做，就係轉晒做呢一個嘅貨幣基金同埋 hold 現金。當大市插完之後再彈嗰陣時咧，就可以分批買呢堆嘢。一開始買嘅時候係槓桿嘅，當個大市開始升到咁上下，開始波動啦，停滯慢慢升啦，就可以買冇槓桿嘅都得。好，咁咧呢一個嘅呢度咧就講個大市有啲咩咧？譬如盈富基金就係香港大市啦，係嘛？呢一個嘅A 股啦，滬深300啦，呢個係中國上海同深圳最強嘅300隻股票，呢個係50隻，呢個300隻，呢個拉勻啲啦。呢個係科技股納指，呢一個係大市，
呢一個係實物黃金珠咗啦。咁呢個係咧冇槓桿嘅，呢度係香港就做2倍槓桿嘅恒指啦，國指啊、科技股啊、滬深300佢嘅科技股創業板呢個2倍嘅，美國就有3倍嘅。OK 你可以買升，亦都可以買跌。咁我今次冇嗌教大家買跌啦，因為而家會跌啦。咁但係費事玩呢啲啦，咁你等佢跌定咗就買呢3倍，然後穩定咗買呢個。好啦，呢個咧就係咩咧？熱炒板塊。原來咧好多時咧，即係話講咗整個大市咧，雖然係升，但係有都會升多啲嘅，有升得冇咁多啊。呢個熱門譬如咧 AI，大家知道一定係整體投資啦，半導體係嘛，機械人、生物科技、創新藥、太空科技。咁你見到咧，舊年啊，即係話咧，而家係我係4月2號啱啱星期4收市，因為星期5冇市啦。咁我嘅接翻今年呢半年嘅情況，呢個係過去嗰一年，即係舊年3月，舊年3月起，你見到咧，黃色都係升咗1倍以上嘅，一年升1倍喎，因為熱門板塊升得好勁嘅，好啦，咁但係咧，話明熱門板塊咧就係而家升得勁啫，但係平時唔會升得咁勁噶嘛，咁所以有陣時係負數嘅。咁所以呢啲咧都係而家呢一刻係可以考慮嘅熱門板塊。上高咧就係熱炒嘅，即係講咗啦，呢個半導體啦，呢一個半導體啦，呢個就係呢一個嘅人工智能啦 AI 啦，呢個係機械人啦，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嘅 AI 啦，呢一個係創新科技，我唔係講個咩新工業，即係最新嗰啲新嘅工業。好啦，呢一個就係咩太空科技，呢一個太空科技。呢一個係生物股，即係生物科技股啊，即係創新藥嗰啲生物科技股咁樣。咁呢個咧就係而家好易炒一個嘅關鍵資源，因為個個咧都走去起嗰啲嘅數碼中心，咁你要搶咩咧？搶嗰個銀啦，搶銅啦，搶呢個電啦，搶能源啦。咁所以呢個能源你見到咧巴西能源咧過去呢三個月升咗73%，係嘛？咁過去1年係升咗62%嘅。咁樣咯，但係之前咧石油股係冇人炒噶嘛，咁所以佢係負數嘅。咁但係啱啱熱炒咯，所以你呢啲熱炒嗰啲咧就即係點咧？你可以買少少咯，你見到佢冧咪買咗佢咁樣。咁但係你即係因為你唔係買一隻啊，係買整體啊。咁所以咧你就唔會驚有隻太高咁樣，但係呢啲都係熱炒嘅嘢咯。咁呢啲就係將來咧，當嗰個大市冧完之後咧，咁你再睇翻我會點做咧？你聽新聞話俾你聽，最近熱炒係 AI 喎，最熱炒係機械喎，咁你用 AI 我用 POE 用呢一個Golf DeepSeek 咁樣，就話請列出巨規模熱炒嘅 AI ETF， 咁佢就列一堆俾我，我就用呢一個嘅係副圖就列咗出嚟咧，寫晒就睇翻佢過去咁多年嘅表現係點，咁你就揀呢啲我就揀過呢個板塊最好嗰幾隻股票出嚟呢堆，咁將來會變嘅，不斷變嘅，咁你就可以睇下而家熱股炒啲咩股票咧，就買呢啲。好啦，咁只係佔20%啦，後來真係可以贏大市咁樣。好，第二就係講黃金要買少少，因為點解咧？今日我哋所玩嘅係咩咧？即係我哋有所謂咧貨幣係咩意思咧？譬如如果係我教書嘅，咁我要去食飯，我去大家樂想食飯，咁我係教書喎，我賺錢係賺教書喎，係咪啊？我咧就我去買我係專責教書啫，其他係全部買翻嚟嘅，衫我唔係做嘅，食物唔係我做嘅，買翻嚟嘅。好啦，咁我想去食嘢咁點算啊？話大家樂老細出嚟坐喺度聽我講一堂書，咁你俾咗飯我食，佢坐你多餘啦，係咪先？阻你嘥時間。咁所以咧，你要嘅嘢，你想要嗰啲嘢，人哋唔中意你嘅嘢。你想要人哋啲嘢係咪啊？係人哋唔中意你啲嘢喎，係咪啊？咁所以咧係點啊？有人中意我嘅嘢，但係我唔中意佢嘅嘢喎。咁所以咧，大家又點咧？就將我生產嘅產品總有人中意嘅，我就賣咗佢，變咗錢，然後攞錢去買我想需要嘅嘢翻嚟。咁所以咧，我哋咧要換嘢咧，就要貨幣，貨幣係一個交換媒介，就係所有人將佢嘅產品賣俾你中意嘅人，有人中意你嘅嘢嘅賣咗俾佢，然後換咗錢，然後我就攞錢去換我中意嗰啲嘢翻嚟。佢唔中意嗰啲嘢，就中意錢啊嘛。好啦，咁而咧世界嘅國際流通嘅貨幣咩啦？香港係港幣啦，咁所以人人就將佢想做嘅產品賣咗港幣，變成港幣，然後攞港幣去換佢想要嘅嘢翻嚟。咁呢個就係一個嘅交換媒介，我去換其他嘢嘅媒介係咁嘅。國際嘅交換媒介咩？就係美金，即係話當中國要買越南嘢，唔可以用人民幣找數，唔可以用越南盾找數，係咩咧？中國賣嘢俾越南咧係用美金找數。咁所以咧係點啊？中國譬如咧，我要買越南貨，我就先換美金，用美金買越南貨，即係話國際流通貨幣係美金。咁所以人人要買嘢，
就一定要用美金。你喺世界上買嘢唔可以用你嘅貨幣，唔可以用對方貨幣，係用美金找數。呢個就叫支付貨幣美金。好啦，由於所有人都用美金找數，咁我儲錢儲咩啊？梗係儲美金啦，因為美金我就買到嘢啊嘛。再唔係買唔到嘢嘅世界上，咁幾時變咗乜嘢？咁所以人人都要做美金，美金變咗咩啊？做得支付貨幣成為儲備貨幣。全球嚟講，舊年咧係47.8%嘅支付貨幣咧係用美金嘅。儲備貨幣咧，全球咧儲嘅錢咧，所儲嘅錢裏邊咧56.3%係美金嚟嘅。好啦，由於美國嘅美金係做咗呢個支付貨幣，做咗儲備貨幣，所以佢需唔需要賺錢啊？人人要賺美金啊嘛，即係話中國貨賣咗去換美金，儲起佢，原來用美金買我想要嘅嘢翻嚟。好啦，咁人人都要儲美金嘅話，美國就唔需要做任何嘢喎，係印錢就得咯喎。咁所以美國印錢就派出去換到全球嘅嘢。佢唔單止印咗錢喎，仲要問人，即係印完俾你之後，仲要借翻嚟喎。美國國債係38.5億，即係話我印咗銀錢攞咗銀錢，即係嗱，我印咗美金俾你，因為你一定要攞美金先買到嘢啊嘛。咁所以美國賣嘢俾中國攞咗美金，你先攞一次喎，我仲要借翻嚟喎，係嘛？我印張紙俾你借翻嚟再買呢啲嘢喎，咁咧仲要印多38.5萬億嘅國債喎。咁所以諗下印完錢之後，仲要攞翻你啲錢翻嚟借翻俾你嚇，即係你明唔明我咩啊？嗱，你做咗美國產品。賣咗俾美國，攞咗100億美金，咁你 hold 住美金冇用噶嘛？咁我就賣國債俾你，攞翻100億翻嚟，再攞100億買你嘅貨品，來回係買2次喎，明唔明啊？國債啲國債咁樣嚟翻嚟，好啦，咁咧美國而家入港印，咁所以好多人去唔妥佢嘅，但係問題係冇任何嘅貨幣可以取代美元啊嘛，你買其他嘢一定要用美元㗎啦，咁所以咧美國係做呢樣，但係咧佢咧由於俄烏戰爭咧就點啊，凍結咗俄羅斯嘅資產，凍結咗所有去打嘅伊朗啊。呢一個嘅係即係利比亞諸取，佢任何一個想去美元化國家去打佢㗎啦，咁咧就叫資產。咁所以咧，當你任意凍結資產嘅時候咧，好多人就驚啊，要去美元化。其中中國梗係好唔妥足美國啦，我賺咁多錢賺咁多貨俾你換美金，跟住又借翻俾你，係嘛？跟住咧你係咁免費攞我啲貨品。咁所以中國咧而家已經話咗個習近平咧已經宣布咗咧話想中國做呢一個儲備貨幣。好啦，咁佢點樣嚟變做儲備貨幣？明明係全世界都用美金，而家已經驚緊美國係唔掂啦，因為還唔到錢啦，另外隨時凍結人哋啲國債啦，嗰啲嘅儲備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想揾咁嘅取代，但係邊個貨幣可以取代佢咧？同埋我信唔信得過你咧？中國諗咗一招就係、你哋信唔過人民幣唔緊要，你咧信一個黃金。所以中國咧就儲咗好多黃金。佢就點啊？係將黃金咩？係喺香港做金庫，你將香港整金庫啦。中國而家喺全世界各個嘅大嘅continent 嗰啲嘅即係州啊，就起金庫，包括咗香港啦、中東啦、非洲啦。你哋任何一個國家用人民幣結算咗之後，係嘛？唔中意人民幣嘅時候，可以去換翻實物黃金。當年美金都係咧，係可以換翻實物黃金㗎。喺呢一個尼克遜就宣布我冇咁多錢啦，咁所以咧佢就冇咁多儲備，咁所以咧就廢除咗呢一個美金換黃金呢一個嘅兌換率。而家中國想用呢一招嚟到取代美元，你信唔過港幣唔緊要，信唔過人民幣唔緊要，你可以換翻人民幣美金。所以咧，如果你要咧美金、黃金咧係做到呢一個嘅儲備貨幣，做到呢一個係支持人民幣嘅嘢咧。所以咧，中國儲咗暗中儲咗黃金，佢都好想黃金升值。呢個係咧全球嘅外匯儲備，即係話你儲起咗幾多錢，可以咧係現金即係 hold 住一筆嘢咧，可以買嘢嘅隨時。即係你儲咗幾多錢？中國係全球儲得最多錢嘅32,500億呢一個嘅外匯儲備部分 hold 住美金啦，部分 hold 住呢一個美債啦，部分 hold 住黃金啦，儲咗中間佢有咁多嘅儲備，即係話咧。咁多價值嘅嘢係算好啦。第二日本啦，儲咗啲好啦。而當今咧，美國咧係梗係唔使 hold 呢啲儲備啦，美國 hold 黃金，全球 hold 住咗黃金就係佢。中國咧係話第6位，其實暗中 hold 咗好多黃金嘅。中國民間都儲咗黃金咁咧呢個噸呢個噸。好啦，咁所以咧美國咧佢哋係欠人咁多債，因為佢已經信任唔過，咁所以點樣還到債咧？佢就希望 hold 住嘅黃金升值因為當年咧係用34蚊，佢哋咧到而家呢咁多噸咧。都係假設緊1營絲咧係賣緊34蚊黃金，咁所以如果佢咧升值咧1000倍3400，唔係好多啫喎，佢34蚊34000啦咁樣，咁佢咧點啊？佢就可以還到債就得㗎啦。
咁所以美國都希望黃金升值嘅。咁所以咧黃金咧未來係會取代美元的話咧就會升得好犀利啦。咁你見到舊年升咗好多比特幣咁咧就係美國咧而家點咧？你信唔過美金，所以咧佢哋咧就希望咧係點沒收咗好多比特幣。啱最近舊年沒收一層至127000枚，係嘛？咁全球最多去儲咗咁多錢去搶債，呢個係未計呢個嘅所以全球最多係比特幣。佢希望黃金升值，比特幣升值就可以還債咁所以佢希望佢會升值嘅。而且因為咧比特幣咧係美國佢哋咧 hold 咗好多咧，另外咧佢哋咧係所有嘅買賣比特幣咧係要用呢一個嘅所謂叫咩個咩幣穩定幣。穩定幣係同美元咧係實物掛鈎嘅，咁所以佢希望咧係你唔要美金咧，你可以用比特幣，亦都可以用呢一個嘅穩定幣，都可以用美元。好啦，咁所以咧，除咗好少美金黃金咗咧會升值啦，比特幣咧好特別嘅，佢咧係咧當年咧係咩咧？係呢一個嘅金融海嘯，有個人就設計咗比特幣出嚟，係咩咧？因為美國濫印銀紙所以嚟到咧係有呢個金融海嘯，咁所以咧佢咧就設計咧比特幣咧係會增長一段時候之後咧就慢慢減慢，即係呢個波有增長係每年增加10% 嘅，咁但係每4年咧減一半，即係原本聽到10%，即刻5%，跟住2.5%，跟住1.25%，咁所以咧最終係會停止增加嘅。咁全世界啲貨品增加嘅時候，如果呢樣嘢唔增加，佢個幣就會升值咯。好啦，咁所以咧佢哋每4年咧就減慢一半嘅增長。好啦，通常佢咧減半，我而家咧係而家宣布會而家開始減少比特幣增長，係一半。咁咧之後嘅1年至年半咧，佢就會升值，升到最高位。跟住咧最高位之後嘅1年至到14個月咧，就會跌到最低位。好啦，你見到咧呢一個2009年開始有比特幣嘅。好啦，咁佢咧就係開始咧就升咗呢度比特幣100萬倍。好啦，跟住貶值，佢呢一個嘅即係宣布減半之後就升值啦。跟住咧就升完跌之後就1年至到14個月咧就跌到94% 啦。跟住咧就點減半之後1年咧就升咗58000倍啦。好啦，如此類推咧，啱啱呢一個2004年嘅4月宣布減半，1年半之後咧就係舊年嘅10月升到126000最高位，跟住年半咧就會跌到最低位，即係今年嘅11月會跌到最低位。咁所以而家比特幣跌到去66000，跌咗一半，仲會跌落去嘅。咁你咧跟住你升翻10倍已經好勁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建議可能咧，如果你咧買到比特幣嘅富途一買啦 ，hold 1% 都好啦。如果佢升到100%，咁咪1%變1倍，你有本金嘅咯喎。咁所以呢啲可以買少少啦咁樣。好，咁咧正話講咗，簡單嚟到有冇問題想問先呢一下。正話講咗，我哋估計未來呢半年咧係會因為美國中期大選，因為美伊戰爭咧嚟緊會攬炒，咁所以咧最差情況未出現，只好只係話股市嘅最低點未出現。咁所以咧，大家好盡量都好現金咧，都可以估出得點咧？佢爆升嗰下咧，你就可以用3倍嘅槓桿咧，就可以咧賺到一個比較高嘅回報。希望你可以退休入用啦，係咪？好啦，咁就建議咧就係美國嘅大市加科技每月10%，香港嘅大市香港科技每月10%，中國大市嘅科技每月10%就係60%，再加20%就係熱炒嘅 ETF，再加10%嘅黃金10%就自己炒。好，有問題呢個建議。咁熱炒呢啲俾晒大家可以翻去慢慢睇。好，跟住再講咧就係高息股，好多人退休咯喎，或者我咧係驚咩喎？不如買啲高息股啦。呢一個係一個錯誤嘅概念嚟嘅。好啦，知唔知咧？係我哋咧點解有利息收咧？我哋擺錢銀行點解有利息收啊？因為銀行攞咗啲錢去借俾人，原來借俾人做生意咧，佢就收佢利息。咁所以咧，銀行為咗吸引你俾錢去開借俾人做生意咧，佢就將佢部分賺到利息俾咗你。咁所以咧，佢還翻本金俾你嘅存款，又存錢入去啦。咁我借咗俾人嘅喎，咁我俾翻本金你，冇利息㗎嘛，本金俾咗你就，我仲俾啲利息你添。咁所以咧，佢俾嘅利息係唔會減少本金嘅，明唔明先？所以我哋收息係真係收多咗嘅，係一個本金之外有利息，因為我知本金借咗你借俾人啊嘛，賺到利息㗎嘛。好啦，咁但係咧，股票俾利息係點咧？原來股票係咩咧？就係你集資做生意，我入股就係我
夾錢係咪做生意？咁生意嘅錢咁嚟啊，就係我做生意賺到錢咯，有盈利咯。咁所以咧，一個股票值錢啊，係在於佢能夠賺到錢。好啦，有問題。好啦，咁咧點解一間公司要派高息咧？如果 A 公司佢咧因為業績倒退佢為咗唔想啲股民賣佢股票，佢就派高息。好啦，咁但係我賺唔到咁多錢喎，佢就將佢個股本分俾你。好啦，為咗避免股價大插咧，佢不惜撥出本金要派高息。咁呢高息股值唔值投資咧？佢係點啊？係將個本金分俾你，唔係賺到錢喎，我賺唔到錢，我賺到好少錢或者甚至蝕錢喎。但係我唔想你買股票咧，我就派高息。咁所以好多人咧買高息股，其實點解派高息吸引你啊？梗係有原因啦，就係佢賺唔到錢，甚至蝕錢咯。好啦，而咧賺錢勁嘅公司，譬如舉例寶豐馬達，佢100蚊，佢咧我哋盈利升咗3倍嘅，咁我賺咗3倍錢嘅，咁佢會唔會將啲錢派俾你啊？我派俾你，你收咗2厘息到喺銀行，但係我可以賺多3倍喎。如果我咧問人借錢嚟去投資咧，我會俾好高利息喎。咁你係大股東，你都寧願留翻啲錢去投資啦，因為升3倍，好過俾你賺嗰2%嘅回報率產銀行收息。咁所以咧，好公司咧係唔會派息嘅，係咪啊？佢係希望咧將佢嘅本金咧擴大咗之後賺到嘅錢咧係錢滾錢，佢咧賺落去嘅。好啦，咁所以咧呢啲唔派息股票值得投資，一定呢啲派高息股票值得投資咧？好啦，原來投資股票嘅收益主要來自股息啦，同埋股價上升。好啦，股價點解上升啊？就間公司賺大錢，咁咧，哇！原來我咧買呢隻股票咧，佢咧每年幫我賺好多錢喎，咁我值得買啊！咁所以咧，投資者咧係應該揀一啲高盈利、高增長、低估值嘅公司嚟去買嘅，因為每年咧股價係咁升嘛，升得好勁嘛。好啦，咁樣，所以佢哋咧係唔應該派利息嘅。好啦，咁咧其實佢通常喺公佈業績，原來公司賺大錢，咁咧佢股就會爆升㗎啦。好啦，當佢賺大錢爆升嘅時候，因為你買呢個股票賺好多錢啊嘛，咁所以咪爆升咯。好啦，咁佢派息點樣派啊？佢唔係借錢俾人喎，佢係將佢賺咗嘅錢分俾你喎，所以派息嗰日咧，除淨咧個股價會跌嘅。我個股價係3蚊一股，我派咗5毫紙俾你，咁我將3蚊呢隻股票值3蚊嘅，係咪？佢嘅值錢係值3蚊，我派咗錢俾你，我咪股價咪冧啊跌咗啊。咁所以通常咧派息日咧嗰個嘅股價跌翻同樣嘅amount嘅。咁所以咧其實派高息其實係將佢賺嘅盈利，將佢而家手頭上嘅現金分咗俾你，所以個股價會跌翻同一個數量嘅嗰個嘅數值嘅。咁所以咧高息股其實係自欺欺人嘅，係冇意思嘅。明唔明講咩？重點係嗰間公司賺大錢，因為佢將佢個賺咗嘅錢分咗俾你咧，其他公司咪嗰個嘅資產淨值咪跌咗咯，所以嗰個會除淨就係咁解。好啦，咁所以重要嘅就買一個升值嘅股。好啦，咁呢度咧就係講咧，好多人買一啲所謂嘅欠嗰啲退休股啦。咁樣咧其實就話講咗退休股主要係咩咧？就係佢哋穩定，即係話正話嘅 AI 板塊會大升，但係都唔易炒一手可能跌㗎嘛。咁所以呢啲咧就好穩定嘅，咁咧就所謂退休股。咁但係其實咧係好多退休股係利息比較高嘅，就係因為賺嘅錢未必太高。咁所以咧就其實係唔一定要話買呢啲嘅所謂退休股啦。呢堆都係一啲好穩健嘅，就唔會有咩大冧嘅。譬如舉例中電係嘛，煤氣、電能呢啲會唔會大冧啊？香港一定要用㗎嘛，尤其是中電好多人都睇好佢咧，因為咧北部都會區咧將會起呢一個嘅數碼中心，而數碼中心咧係要用大量嘅電嘅。咁所以中電係會嚟話發展啦，呢啲係一啲嘅嘢。好，但係呢度咧係點樣去炒一啲強勢股啊？點樣止蝕啊、止賺啊？咁我哋今日時間關係咧，我有時間你想問我先詳細講呢度唔詳細講啦。好，嗱我哋講埋呢個退休三寶咧，就俾大家有聲㗎。退稅三寶，好啦，好多時咧我哋而家咧要交稅㗎嘛，咁政府咧就有退稅三寶咧係咩咧？就係原來我哋如果去買呢一個，因為政府咧唔想俾咁多錢我哋去咩啊？即係話我唔想供養你哋咁多錢，所以咧我鼓勵你儲錢退休，我鼓勵你咧買呢一個嘅醫療保險，因為如果你買醫療保險咧，咁政府就唔使你有醫療保險跟你交稅嘛，咁你梗係唔會入政府醫院啦，因為你買咗咁多醫療保險，你梗係選用唔多佢啊嘛，咁所以咧你就唔會用政府嘅醫療公立醫院嘅設施，咁所以咪慳到錢咯。所以政府咧仲鼓勵你買多啲私人保險，買多啲退休金，咁佢就可以唔使供養你啦。好啦，咁所以咧用扣稅方法。好啦，咁我哋咧有一個有3樣嘢可以扣稅嘅。第一個就係買呢個自願醫保。好啦，自願醫保咧係咩咧？就係如果你
幫你自己買嘅醫療保險啦，自願醫保，你親人包括咗兄弟啦、父母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好啦，每一個人可以最多每年買8000蚊醫療保險。呢8000蚊咧係不論人數，係嘛？maximum 你買嘅醫療保險實數實銷咯，就可以扣稅。咁樣咧，正話講咗，你可以幫呢班買保險，唔單止自己幫呢班買保險都可以扣稅。實數實銷。咁咧每一個人 maximum 每一年係扣8000蚊，嗰個嘅幫嗰個人買啊。咁所以我可以幫自己買一份8000蚊，幫我太太、仔女、外祖外父外母父阿爸阿媽，總之每一個人可以每年實數8000蚊，所以好多喎。咁你可以買喎。咁你係點啊？咁你買醫療保險咧就係好處啦。一陣再講多少少嗰個醫療保險嘅好處。咁呢個好處啊。好啦，第二部分可以扣稅咧就係咩咧？就係如果你去咧供強積金之外，除咗僱主嗰5%，你自己5%，你去供多啲，所以叫自願性供款嘅強積金可以扣稅。好啦，咁樣咧就你供咗幾多就可以扣稅。好啦，另外一個叫合資格延期年金，就係你去買年金。年金咩意思咧？就係你買咗樣嘢咧，佢每年俾翻錢你。好啦，咁樣咧就係年金啦。咁咧呢兩樣夾埋係6萬蚊可以扣稅。好啦，咁抵唔抵咧？咁咧就見仁見智。年金咧我就唔建議，一陣間我會教大家買年金，但係呢個年金就千祈唔好買，佢回報率係4-5%嘅啫。2%至4%係非常之低嘅，即係睇到正話啲啦。咁你為咗賺咗呢6萬蚊係咩意思咧？唔係6萬張稅款喎，係你將你嘅收入攞咗6萬蚊嚟買啲嘢，呢筆錢唔使交稅。咁所以最多慳幾多稅啊？如果你係去到嗰個嘅邊際稅率嘅上限17%咧，就係6萬蚊17%，即係大約萬零蚊咁上下啦，萬零蚊上下。咁你慳咗萬零蚊，但係回報咧係4%喎 ，hold 住你好多年喎 ，hold 到你退休65歲先攞翻出嚟喎。好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咧，我去供多啲強積金抵唔抵咧？最後講咗佢將回報好極嗰一年啊，都係20%咁上下，好好啦，即係最好嗰隻啦，都係20%咁上下。好啦，如果你咧15年之後先退休嘅，65歲先攞翻出嚟啊嘛，你而家50歲，咁我而家買呢一個嘅呢一個自願性供款，我用6萬蚊買供多6萬蚊。好啦，咁咧嗰個供款係唔會有增長嘅喎，即係今次慳咗6萬蚊嘅17%，即係萬零蚊。好啦，如果15年之後，你而家50歲嘛，65歲先攞翻出嚟，將萬零蚊除翻嗰15年咧，每年即係1000蚊。好啦，咁你正話講咗，你買任何一隻股票，只要佢回報率係6萬，賺多1000蚊啫喎，你明我講咩啊？即係話我如果你6萬蚊買多呢一個嘅自願性供款，最好一隻嘅強積金都係20%回報一年。好啦，如果我慳咗萬幾蚊稅款。17% 嘛，慳咗萬幾蚊稅款，將佢除翻去15年係1000零蚊一年，咁你6萬蚊 hold 住咗買呢隻得20%回報，但係如果好似話啲有成好多%回報嘅，係嘛？隨時都唔止咗1000蚊啦，一年慳多1000蚊，所以係冇意思嘅。咁所以咧，除非你係好接近退休，你都唔識投資，如果唔係咧，其實呢兩個係唔值得去為咗慳稅就去供呢啲嘢嘅，因為佢回報率20%呢個最好嗰隻都係呢個係3-4%嘅啫。好啦，呢個值得，因為我哋人都要買保險，而去買保險咧，呢個係可以扣8000蚊稅係咩咧？就係8000蚊乘17%咯，每一個人8000蚊喎，你可以幫10個人買就可以8萬蚊扣稅喎。OK，得唔得？呢個第一嘢。好，嗱咁咧，最後講埋呢個少少就係休息。我哋咧係自願醫保同埋普通醫保有咩唔同咧？就係因為咧好多醫保咧係點啊？哇！我買咗又唔供冇回報啊，又成咪即係到有事嗰時未必回得足咁樣。好啦，咁樣咧就咧自願醫保咧有11項最低要求，我先睇咗11項要求咩啫？就係話咧標準就係保單，即係話咧有啲嘢公司咧話譬如又賠多啲啊，咩條先？哇！我睇唔掂話呢個咧可能麻醉師又賠多啲啊，呢一個咧可能係呢一個嘅巡房又賠多啲啊咁樣樣。咁我好難比較邊個平？呢個咧係規定咗大家都係標準嘅內容，所以咧好容易比較，因為內容唔會變㗎啦，就係比較邊個平啲，就好容易格價啦。第二樣嘢肯定續保咗100歲，即係話我可以由16個月開始就可以買，去到80歲，最遲80歲可以買。而咧一定保到100歲，即係話咧我買咗保險咧，你唔可以話我而家多病啦，退保唔續保咯。好多有啲係去到80歲就唔續保啦。呢個咧強制一定要100歲。總之咧，你唔可以拒絕去續保，咁佢就可以繼續一賠咯。唔設終身保障上限額，
即係話有啲話我賠到200萬俾你就咩事冇啦，跟住你再有病咯都唔賠㗎啦，冇嘅，冇呢樣嘢一定要按住個比例賠嘅。21日冷靜期，你買咗之後可以取消保單，政府規定咗，保費透明度高啊，咁我哋咧就公開保費率啦，容易比較啦啊，你未有好多時話原來咧你呢個係先天疾病，你買保險前有㗎啦，可以唔賠俾你嘅喎，但係呢個冇得唔俾嘅。總之咧，你買咗呢個保單之後咧，佢第一年就可能賠50%，因為你一早有咗你病啊嘛。只要你過咗4年之後咧，就要賠足㗎啦，就唔可以話我一早有呢個病唔賠，冇呢樣嘢嘅，規定咗。話咧先疾病你都一定要賠，只要按翻年4年之後咧，就一定要賠翻晒俾你。日間手術唔需要住院都一定有得賠。定明咗即係點啊？呢啲全部都要賠嘅。好啦，咁就化療、標靶藥全部要賠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嘅自願醫保咧，政府係規限咗嗰個保單咧，一定要有足夠保障俾市民嘅。咁所以就比呢一個嘅普通保單係好好多嘅，仲有得退稅，最緊要就係呢樣。好啦，唔好處係咩咧？就係佢咧，如果你想有啲更改嘅，我想係高端醫療冇嘅，因為想保障大部分人啊嘛。咁你買高端醫療乜都賠足嘅，就一定要買自己買嘅保險。呢個政府規限我嗰個自願醫保咧，就即係住一啲即係普通嘅房，即係唔係唔會話好好嘅，即係賠足好多嘢嗰啲咯。咁呢個就要自己保嗰啲啦。好，咁呢度簡單講咗我哋儲咗錢就點樣投資，有問題想問先。咁第3 part 咧就同大家講呢一個嘅樓啦、保險同埋呢一個嘅退休點算。咁我呢度先。